来继续来看这个总统蔡英文元旦谈话，讲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是风险，甲九二共识来连结才是风险。赵少康批评蔡总统对九二共识的讲法是毁掉两化模糊的空间，是咧硬逼着阿强爱来表态。赖清德来回击，讲硬甲中华民国的宪法九二共识化，才是真正危险。赖清德讲，对和平应该有理想，但是袂当存有幻想。赖清德早起走行程，有女性的乡亲真热情，甲赖清德的阿妈棍甲扭过来，甲枕落去，是互边仔的维安人员带一大条。翕相了，选民将这赖清德揽来甲浸一个边维安人员赶紧甲扫开。赖清德是笑甲真硬摇，来到嘉义县参拜公庙。赖清德嘛以副总统的身份关心日本昨发生的地动。台南市雾山头水库的建造技师八田羽一先生就来自石川县，所以在昨天第一时间，我已经请外交部表达我的关切，也祝福希望这个伤害能够降低最轻。然后也让受灾的民众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蔡总统伫元旦的谈话表示，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，甲九二共识连结才是风险，引起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的批评，讲安尼是硬逼北京表态。习近平已经多次定义9·2共识，就是一个中国原则，台湾一国两制的方案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硬是要把中华民国宪法9·2共识化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危险。对和平应该有理想，而不能够存有幻想。赵少康伫辩论会指控赖清德做立委的时，捌关税海运公司用药，赖清德都无客气啊。这是子无虚有的指控，他把国家大政当作是战情室在主持。而且呢，又利用副总统的辩论会上散布假讯息，这是非常不应该的。前棒球选手张志佳伫中国过身的消息，赖清德嘛真意外。张志佳吗？对，然后就是赖副，您也是这个棒球迷啊，你会不会感到惋惜？哦，这个他很年轻哎。对，43岁。哦，43岁。我们当然表达哀悼啦，我们希望家属能够节哀顺变。出名的棒球国手过身，或者无用选择的赖清德嘛，感觉真唔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